你有冇試過明明作晚睡啦7-8個小時，第二天早上起來係感覺全身像俾人打過一樣，手腳無力，腦袋昏沉，連站起嚟倒杯水都覺得累，或者即係食完飯之後，整個人就像被抽光了氣，只想躺着，什麼都不想做。很多人以為這是年紀大啦，壓力大太忙啦，但其實這背後有一個更深層嘅原因，很多人根本沒有意識到，那就是你的身體正在經歷慢性發炎。我自己就有過這種經歷。有一段時間，我每天下午3-4點就開始覺得累、眼皮沉、肌肉酸、脾氣也特別差，稍微有點小事就煩躁。去做咗檢查，沒有什麼大病，醫生說一切指標正常，但我明明就覺得不對勁，整個人狀態很差。後來經過一段時間嘅飲食調整，整個人嘅精神狀態才慢慢好轉。呢段經歷讓我開始認真研究慢性發炎這個話題，也讓我想把這些內容分享給大家。慢性發炎不像普通發炎那樣會有紅腫熱痛這些明顯症狀，它是悄悄在你身體內部持續低度燃燒嘅一種炎症反應。你感覺唔到它在哪裏，但它會慢慢消耗你嘅細胞修復能力，影響你嘅免疫系統、激素分泌、神經傳導，甚至影響到你嘅心情和睡眠質量。更可怕嘅是，大量研究已經表明慢性發炎和心臟病、糖尿病、關節炎，甚至某些癌症之間有非常密切嘅關聯。所以這不是一個可以掉以輕心嘅小問題。那為什麼這麼多人有慢性發炎而不自知？因為它的症狀太異常了。長期疲勞、睡眠質量差、容易情緒低落、皮膚狀態差、消化不好、關節時不時有點不舒服，這些症狀每一個單獨拿出來，都會被我們解釋成最近太忙、天氣變化、年紀大啦。但如果你同時有好幾個這樣嘅感覺，而且已經持續了相當長嘅時間，咁可能你嘅身體已經處於慢性發炎嘅狀態啦。有一個概念在營養學和功能醫學領域越來越受到重視，就係抗炎飲食。簡單嚟說，就是通過調整我們每天吃進嘴裏嘅東西嚟降低體內嘅炎症水平，幫助身體進入一種更健康、更高幼嘅細胞修復模式。這不是什麼神奇療法，也不是要你完全改變飲食習慣，而是在日常飲食裏加入一些具有抗炎作用嘅食物，慢慢調整身體嘅內部環境。很多人一聽到吃某種食物可以抗炎，第一反應是這是在騙人。但實際上，食物影響炎症反應這件事已經有非常充分嘅科學研究支撐。食物中嘅營養素會直接影響我們體內炎症相關嘅信號通路，比如某些脂肪酸會促進或者抑制炎症因子嘅產生，某些植物化合物能夠激活身體嘅抗氧化防禦系統，某些益生元和益生菌則能夠通過調節腸道菌群嚟影響全身嘅免疫反應。這些機制都是有實驗室和臨床研究證據的，不是靠感覺說說而已。好，那今天就來認真聊聊哪些食物真正有抗炎作用，而且是我們在香港本地超市就能買到嘅日常就可以試到嘅食物。我會從排名相對靠後，但同樣值得關注嘅開始講，最後講最重要、效果最強嘅幾種，方便大家記憶和實踐。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記得先點個讚。這樣 YouTube 嘅系統會把這類有用嘅健康內容推送俾更多需要嘅人。第五，綠茶。綠茶就係中國人嘅飲食文化，已經有幾千年歷史。但很多人喝綠茶只是因為習慣或者求味，不一定知道它在抗炎方面有多大嘅作用。綠茶裏含有一種叫做兒茶素的多酚類化合物，其中最重要嘅一種叫做表末食子兒茶素末食子酸酯，這是綠茶裏含量最豐富，也是研究最多嘅抗氧化物質之一。這種物質能夠抑制體內多條炎症信號通路，減少促炎細胞因子嘅產生，同時係有很強嘅抗氧化能力，可以中和體內嘅自由基。自由基是導致細胞損傷和老化嘅重要因素，也是慢性炎症持續存在嘅推手之一。所以定期喝綠茶實際上是幫你個身體減少炎症嘅燃料。有研究發現，每天喝2到3杯綠茶嘅人，血液中嘅炎症標誌物水平明顯低於不喝茶嘅人，而且這種效果在堅持飲用幾個月後會更加明顯。當然，綠茶含有咖啡因，有些人對咖啡因比較敏感，晚上不建議喝，下午2點之前喝比較好。另外，飯後半小時再喝綠茶比較合適。空腹喝綠茶對腸胃刺激比較大。在香港本地買綠茶非常方便，日本嘅綠茶粉、煎茶、抹茶都有很好嘅效果，國內嘅龍井、碧螺春也不錯。但要注意買嘅時候，盡量選擇沒有添加糖分和香料嘅原味綠茶。呢啲調味茶飲料裏嘅糖分反而會加劇炎症反應，效果就完全相反咯。第四，薑黃說到抗炎食物，薑黃是全球營養學研究裏面提到頻率最高嘅其中一種。薑黃裏面有一種活性成分叫做薑黃素，這個物質嘅抗炎能力已經在幾千項研究中被反覆驗證，它能夠同時抑制多種炎症相關酶和細胞因子。
包括一種叫做核因子卡帕 B 嘅炎症信號分子。呢個分子在慢性炎症嘅發展過程中扮演咗非常核心嘅角色。姜黃素係一個特別值得關注嘅地方，就是它對關節炎症嘅改善效果。很多中老年人會有關節酸痛嘅問題研究顯示，每天攝入一定量嘅姜黃素對減輕膝關節炎嘅疼痛和僵硬程度有明顯幫助。效果在某些研究中甚至和布洛芬等消炎藥物相當，但副作用要少得多。不過姜黃素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它本身的生活利用率非常低，意思你切進去的姜黃素能真正被身體吸收和利用的比例很少。但科學家發現，如果同時攝入黑胡椒裏面一種叫做胡椒鹼嘅物質，姜黃素嘅吸收率可以提升將近20倍。所以使用姜黃嘅時候，最好配合黑胡椒一齊用在日常飲食裏，加入姜黃很簡單，炒菜嘅時候加一點姜黃粉。做咖喱嘅時候用真正嘅姜黃，而不是合成咖喱粉，或者用姜黃粉、黑胡椒、椰奶做一杯姜黃拿鐵都係很好嘅攝入方式。在香港嘅超市和健康食品店裏，姜黃粉和姜黃膠囊都係容易買到。第三，深海魚類。深海魚類之所以在抗炎飲食裏面佔有非常重要嘅地位，核心在於 Omega-3 脂肪酸，特別是其中兩種叫做 EPA 和 DHA 嘅長鏈不飽和脂肪酸。這兩種物質在人體內嘅抗炎機制是非常直接嘅。它們能夠在細胞膜層面競爭性地替換掉促炎性嘅脂肪酸，從源頭上減少炎症因子嘅合成。同時 EPA 和 DHA 還能促進身體產生一類叫做消退素和保護素嘅物質。這些物質嘅作用是主動關掉炎症反應，幫助身體從炎症狀態中恢復過嚟。現代人飲食裏 Omega-6 脂肪酸嘅攝入量遠遠超過 Omega-3，這個比例失衡本身就是導致慢性炎症嘅重要原因之一。Omega-6 主要來自於精煉植物油、加工食品、快餐，這些東西在現代飲食裏幾乎無處不在，而 Omega-3 嘅天然來源就相對有限。主要就是深海魚類、海藻以及少量嘅堅果種子、三文魚、沙丁魚、鯧魚、吞拿魚、秋刀魚都是 Omega-3 含量豐富嘅深海魚。在香港這些魚都很容易買到，超市有新鮮嘅冷凍嘅罐頭嘅，都有研究建議每週至少吃2次深海魚，每次大約100到150克。需要注意嘅是烹飪方式很重要，蒸、爐、烤、水煮，這些低溫烹飪方式可以更好啲保留 Omega-3，而高溫油炸會破壞這些不飽和脂肪酸，反而可能產生有害嘅氧化產物。對於不喜歡吃魚或者魚腥味比較敏感嘅人，優質嘅魚油補充劑也是一個選擇。選擇時注意看 EPA 或 DHA 嘅含量，而不只是總魚油量，還要選擇經過第三方檢測不含重金屬嘅產品。第二，漿果類水果。藍莓、草莓、黑莓、紅莓還有香港人很熟悉的桑葚，這些漿果類水果顏色之所以這麼深、這麼鮮豔，原因就在於裡面含有大量的花青素。花青素係一種多酚類植物化合物，具有極強嘅抗氧化和抗炎能力。它嘅作用機制包括直接清除自由基、抑制炎症信號通路，以及改善血管內皮細胞嘅功能，從而減少慢性炎症對血管嘅損傷。有研究發現，長期定期攝入漿果類水果嘅人，體內 C 反應蛋白幾個重要嘅炎症標誌物水平明顯較低，同時白細胞介素6等促炎因子嘅水平也更低。C 反應蛋白是醫生在檢查心血管風險和系統性炎症時常用嘅一個指標。如果你曾經做過血液檢查，看到呢個數據偏高，就更應該注意通過飲食嚟控制炎症水平啦。除咗花青素，漿果類水果裏還含有豐富嘅維生素 C、酪花酸和皮素等抗炎物質。這些成分協同作用效果比單獨補充某一種營養素要好得多，這正是為什麼營養學家強調要從真實食物而不只是補充劑裏獲取營養嘅原因。真實食物裏的營養素組合是人工很難複製嘅。在香港，新鮮藍莓雖然價格稍高，但冷凍藍莓嘅營養價值保留得相當好，而且價格實惠很多。每天早餐嘅時候，在燕麥粥或者酸奶裏加一把冷凍藍莓，是一個既簡單又實用嘅抗炎飲食習慣。草莓和桑葚在本地也很容易買到，多種漿果輪換着吃，可以攝取更全面嘅抗炎植物化合物。如果這部影片你又讓你覺得原來是這樣嘅部分，歡迎分享給身邊同樣關注健康嘅朋友，讓更多人了解到這些日常飲食裏就能做到嘅健康改變。第一，特級初榨橄欖油。如果說抗炎飲食裏有一種成分是研究證據最充分、效果最全面，同時也最容易融入日常飲食嘅，那很可能就是特級初榨橄欖油。呢種油在地中海飲食裏面是絕對核心，而地中海飲食被認為是目前全球研究得最透徹、對慢性病預防效果最好嘅飲食模式之一。特級初榨橄欖油嘅抗炎能力來自幾個方面，首先是它極高嘅單不飽和脂肪酸含量，主要是油酸。
這種脂肪酸本身就有降低炎症標誌物嘅作用。用嘅多酚類化合物包括羥基洛醇和橄欖力非常強，能夠抑制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嘅形成，從而保護血管壁不受炎症損傷。最值得一提嘅係一種叫做橄欖雌激醇嘅化合物，即是橄欖抗炎成分。研究發現佢嘅抗炎機制和布洛芬非常相似，都係通過抑制環氧化酶這種炎症相關酶嚟發揮作用。當然，橄欖油裏這種物質嘅含量不足以達到藥物那樣嘅即時效果，但長期定期攝入對降低慢性炎症水平嘅作用是有研究支持嘅。正是因為這種物質嘅存在，好嘅特級初榨橄欖油喝下去嘅時候，喉嚨會有一點點辛辣微微刺激感覺，這反而是好油嘅標誌。說明裏面嘅多酚含量比較高。地中海地區嘅研究顯示，長期以特級初榨橄欖油為主要烹飪油脂嘅人群，心臟病、中風、二型糖尿病嘅發病率明顯低於其他地區，而這些疾病都和長期慢性炎症密切相關。怎麼就係日常飲食你用好橄欖油？最簡單嘅方法是用它嚟代替其他精煉植物油做日常烹飪，不過要注意特級初榨橄欖油的發煙點大約在190到200攝氏度左右。用嚟炒菜問題不大，但不適合高溫油炸。另一個非常好嘅用法是把它淋在沙拉、蒸熟嘅蔬菜或者煮好嘅意粉上面。這種生食嘅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裡面嘅多酚類抗炎成分。買橄欖油嘅時候有幾個要點：第一，要選擇標注 extra virgin， 也就是特級初榨嘅，因為普通橄欖油或者精煉橄欖油裏的多酚成分已經在加工過程中大量流失了。第二，要注意生產日期。橄欖油裏嘅多酚成分會隨着時間氧化減少，越新鮮越好。第三，深色玻璃瓶或者金屬罐裝嘅橄欖油比透明塑料瓶裝嘅更好，因為光照會加速多酚的氧化。香港嘅超市和有機食品店裏，意大利、西班牙、希臘出產嘅特級初榨橄欖油都不難找到，價格從幾十港幣到幾百港幣不等，中等價位嘅品牌一般就已經有不錯嘅品質啦。書到自介裏已經介紹了5種在研究上有充分證據支持嘅抗炎食物。但光是知道吃什麼還不夠，還有一個層面同樣重要，那就是你要知道有哪些東西是在幫倒忙，是在不斷往身體裏面添加炎症嘅燃料。精製糖是最典型嘅促炎食物之一，大量攝入精製糖會導致血糖快速飆升，觸發胰島素抵抗，進而激活炎症信號通路。研究發現，高糖飲食會顯著提升血液中 C 反應蛋白和白細胞介素6嘅水平。這裡說的糖不只是白砂糖，還包括各種含糖飲料、果汁、甜點、加工零食裏面的隱形糖。很多人以為喝鮮榨果汁很健康，但果汁裏雖然有維生素，卻缺少了整顆水果裏的膳食纖維。糖分嘅釋放速度很快，對血糖嘅衝擊和喝含糖飲料差距沒有想象中那麼大。精煉植物油，比如葵花籽油、粟米油、大豆油，這些油裏面 Omega-6 脂肪酸含量很高，大量使用會進一步加劇身體裏 Omega-6 和 Omega-3 的比例失衡，從而助長炎症。並不是說這些油完全不能用，而是在現代飲食裏，這些油已經無處不在，很多加工食品外賣餐廳裏都大量使用這類油。所以在家烹飪嘅時候，盡量減少使用，換成橄欖油、椰子油或者牛油果油會更好。反式脂肪是另一個需要高度警惕嘅促炎物質。反式脂肪在人造黃油、起酥油、部分餅乾、蛋糕、油炸食品裏面大量存在，它不只會提升或者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還會直接激活炎症反應，是心血管疾病嘅重要危險因素。雖然世衛很多地方已經立法限制食品中嘅反式脂肪含量，但在選購加工食品嘅時候，還是要養成看成分表嘅習慣。看到氫化植物油或者部分氫化植物油嘅字樣就要特別留意。還有一類讓很多人意想不到嘅促炎因素，就是腸道菌群失衡。腸道被稱為第二大腦，它不只負責消化吸收，還是人體最大嘅免疫器官。腸道裏有數以萬億計嘅微生物，這菌群嘅組成直接影響全身嘅免疫反應和炎症水平。研究發現，腸道菌群多樣性低嘅人，體內炎症標誌物水平往往更高，患慢性病嘅風險也更大。抗生素嘅過度使用、長期壓力、缺乏睡眠、飲食單一，都會破壞腸道菌群嘅平衡。而要改善腸道菌群，飲食是最重要嘅手段。多次富含益生元嘅食物，比如洋蔥、大蒜、韭菜、香蕉、燕麥，可以為腸道裏的有益菌提供食物和營養。發酵食品，比如傳統製作嘅泡菜、味噌、天然酸奶裏面含有活性益生菌，適量攝入也有助於維持腸道菌群嘅健康多樣性。我有一段時間特別喜歡吃外賣，各種油炸甜食樣樣嚟，再加上工作壓力大、睡眠很差，整個人的狀態就越嚟越不好。
那時候去體檢發現一些輕微嘅炎症指標偏高，雖然還沒有到生病嘅程度，但醫生提醒我注意飲食和生活方式。從那時候開始，我開始認真研究抗炎飲食，慢慢把家裏嘅油換成了橄欖油，每週固定吃幾次深海魚早餐，加了藍莓喝茶，也改成喝綠茶為主。這些改變說起來好像很小，但堅持了2-3個月之後，感覺真的不一樣，精神狀態好了。下午那種突然來下來的疲憊感少了很多，皮膚狀態也慢慢改善了。當然飲食調整是一個長期嘅過程，不是今天開始吃藍莓，明天就感覺脫胎換骨了。細胞修復和炎症控制需要時間。一般來說，堅持改變飲食習慣至少6到8週才開始感受到比較明顯的變化。但很多人最難的就係堅持這一步。要讓抗炎飲食真正融入生活，有幾個實用嘅思路。第一，不要追求一步到位，不要突然把所有飲食全部改掉，那樣很難持續。從最容易改變嘅地方開始，比如把家裏的植物油換成橄欖油，這是最簡單嘅一步。每天烹飪就自然而然完成啦。第二，用加法而不是減法思維。與其告訴自己不能吃這個，不能吃那個，不如思考今天可以加入什麼。比如今天的沙拉你加一點藍莓，明天的炒菜你加一點薑黃粉，這樣的改變更容易堅持下去，也不會讓自己覺得真係受苦。第三，批量準備減少決策疲勞。週末的時候提前把1周嘅深海魚分裝冷凍，把藍莓洗好放在隨手就能拿到嘅地方，這些細節可以大大提高堅持下去嘅可能性。還有一個常常被忽視嘅抗炎生活方式因素，就是睡眠。研究發現，長期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質量差會顯著提升體內促炎細胞因子嘅水平。睡眠是身體進行細胞修復嘅最重要時間窗口，很多修復工作只能在深度睡眠階段才能進行。如果你每天攝入很多抗炎食物，但同時又熬夜到凌晨2-3點，這兩件事在某種程度上是在互相抵消嘅。所以抗炎飲食和充足優質嘅睡眠需要同時進行，才能發揮最大嘅效果。運動同樣是對抗慢性炎症非常有效嘅手段，但這裡有一個容易被誤解嘅地方：劇烈嘅高強度運動，特別是如果身體還沒有準備好嘅情況下突然進行，短期內會導致炎症標誌物暫時升高，這是正常嘅急性炎症反應，屬於身體適應過程嘅一部分。但規律適度嘅中等強度運動，比如快走、游泳、騎自行車、太極拳，長期來看會顯著降低慢性炎症水平，增強身體嘅抗炎能力。香港有很多免費嘅戶外運動資源公園、海旁郊野公園，每天出去走30-40分鐘快步走，就已經是非常有效嘅抗炎運動了。壓力管理也是抗炎拼圖裏面不可缺少嘅一塊。當我們處於長期心理壓力之下，身體會持續分泌皮質醇這種壓力激素。長期高皮質醇水平會直接破壞免疫系統嘅調節能力，促使慢性炎症發展。冥想、深呼吸、練習瑜伽，甚至只是每天找一段時間獨處，做一件讓自己放鬆嘅事，都可以幫助降低皮質醇水平，間接起到抗炎嘅效果。這些聽起來像老生常談，但他們真的是有生理機制支撐嘅，不只是說說而已嘅建議。說到這裡，整體嘅抗炎思路其實已經相當完整啦。慢性炎症不是靠吃一種神奇食物就能解決嘅。它需要飲食、睡眠、運動、壓力管理幾個方面協同配合，但飲食是其中最直接、最容易開始改變嘅入口。把橄欖油、漿果、深海魚、薑黃、綠茶這些食物逐步加入日常飲食，同時減少精製糖、反式脂肪、過度加工食品的攝入，再配合充足嘅睡眠和規律嘅運動，你嘅身體會慢慢感受到這些改變帶嚟嘅不同。最後有一點很重要，如果你有長期感覺非常疲憊、關節持續疼痛或者血液檢查顯示炎症指標明顯偏高，一定要先去看醫生排除其他病因。飲食調整可以作為輔助手段，但不是替代醫療建議嘅方法。特別是已經有慢性病正在服藥嘅朋友，在大幅改變飲食之前，最好先和醫生或者註冊營養師溝通一下。如果你今天